好，多谢苏比说落来，咱要继续来关心的，就是即马国内诈骗集团呢，有人是涉嫌甲奈及利亚非法组织盗空来洗钱，而且呢是甲买来的关价金属寄去到非洲来交换对方的加密货币。警方是抓到20个嫌犯，照洗钱、甲银行法等等的罪嫌，甲因上班。目前是有部分已经互检方甲起诉。另外，台北市是发现有假的检警甲人恐吓，互受害者是白卖了700多万。穿白衫的年人到银行汇钱，向和行员动来，甩去台北市警察大厦。担心说他们什么刚刚说的泄密罪，因为他们那个是假检警。原来这70多岁福利人，和假检警诈骗，交出提款卡甲密码，先被车手偷领700多万，佮受诈骗集团恐吓，要求配合办案回报班。暗过银行发现，小户地基内底提款记录遍布全台真侪 ATM， 所以被列为警示户。账户于不同县市多个分行均有 ATM 频繁提领记录，账户鲜有异常。银行调阅提领影像，发现均非本人操作，确认该名遭诈骗。这个汉草正好18人，互刑警跟踪甲排获。新北市警方侦办另外一个诈欺案，发现30多岁外籍人士用假护照非法居留，佮作为台湾甲奈及利亚不法组织之间的犯罪联络人。诈骗集团骗取现金后，透过外籍犯嫌移转境外，曾转变现后购买虚拟货币，以规避银行监管措施，达到洗钱目的。国内诈骗集团创伫台北市松山的上班大楼，甲奈及利亚不法分子达成洗钱合作，透过伫台湾的外籍嫌犯，将假投资的钱买贵金属、汽车零件，寄到非洲当地，换对方交付等值的加密货币，用安尼辗转断点洗白犯罪所得。窦姓被告等12人。涉犯银行法之非银行从事汇兑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等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诉。经过检方调查，发现犯罪集团为去年11月开始，一年经手的金流高达5亿。当初被牺牲的20人，即马部分也被起诉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